地流方面，加上西南气流，全台湾变大水雨，高雄6月累积雨量超过250毫米。纽约尼克队让27档国变入去 NBA 总冠军赛，传播嘛去看现场安检严格，引起球迷不满。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昨昏落大雨，花莲马太安溪规个涨起来。负责拍通水路的工地主任伫咧协助撤离机具的时，人转互大水冲去。搜救人员利用热显相机来定位找人，经过16点钟，总算把人救出来。加油，小邓！倒伫树林艇顶悬，当初一直加油鼓励。成南马太安溪苏准工程县定的主任，昨天12点钟传来好消息，平安互救出来。主任也在人，不过身体诚虚，红救情况需送医治疗。他脑部其实因为有受到撞击，有一点点的脑出血，那会住院观察。这个救援行动伫花莲马太安溪，因为风面影响，设备下晡1点外，溪水向涨悬。当时60岁的工地主任伫爆花尾段水源头500公尺撤离工程机具未赴走，依然人甲车拢互大水冲去。虽然伫2公里外发现着工程车，不过伊也下落不明，一直互冲去水尾挖近阿头某这段，离失联的所在超过9公里，现场传出呼救声。利用空拍机热显像仪。有发现有人形成像，定位坐标后，因为患者未处于河岸的沙洲泥泞区域，搜救行动一度受阻。警消接到报案，出动空翕机搭载热显像仪伫溪面来回敲吹，定位调到的所在。今日主任是阮丹北府空勤支援，随改用地面救援，不过要救着人，救援的行动会当讲是遇到真侪困难。请那个怪手司机看能不能下去，结果发现呢，全部都是泥泞，大概下去就大概半台怪手会沉下去，所以他们几乎是用手脚并爬就爬到那边去。好长弄透明膏啊，怪手无法度落去，只好靠救援队员用白撩水陆续穿过弄透明膏啊加串流的溪水，沿路阁有深造区，最后一里路阁开始拄到弄透明膏啊差不多半人悬，会当讲是寸步难行。确定看到患者大概有30米左右，就是一片泥沼，但是整段路最难走的，走一步大概要1分钟啦。用尽苦心，总算救到主任。敢若伫透明膏内看到一粒头，后续是用船、索啊，用人力接驳，总算找到透早4点外，顺利把人救离开危险区域。早结束16点钟危险的救援行动。记者采访报道。这几日因为地流方面加上西南气流，全台湾拢咧拼大水雨，尤其是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雨水上高。为气象署发布的累积雨量的图，咱会当看到讲，这明仔载雨量大多数拢集中伫咧中南部，尤其是山区的部分雨会愈大。一直到拜3暗，这风面慢慢往东平，拜4刷到巴士海峡，这北部甲东部的雨势就变小。不过咧，中南部也是有局部大雨。也若是拜5一直到后礼拜1。方面又个靠环头搭伫咧台湾天顶，加上西南风的影响，这西半部地区佮有东半部的山区拢会落局部的大水雨。提醒大家，即届雨规模甲范围拢真大，若是有出门，就尽量莫去山区，嘛爱注意安全。用交通笋围起来，这个坑差不多有3米长、2米宽，而且就伫咧大路边啊，住户是拢行一条。当然吓一跳啊！爱烦恼的呀？怎么不会？生命财产都在这里，怎么不会烦恼？高雄红山区福安2街，那像因为连续几日天落雨，加上前几日有施工单位误讲，车到早起7点外，点仔加路破一坑乌人人。他们因为有处理污水的情况，那这2天都有来做施工，有可能有打洞或是打地基，我们不知道。市府研判是地下垃圾水的管线破去，地处路基流失才会放弃，会先灌浆，才搁砍铁棒。受到主流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雨是落几天。气象署中昼的时阵发出单雷公大水雨国家级的警报。6股从初到透早到下晡5点，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是全国上济的。而且前一天6股的山区都咧落雨啊，阁有18个人去遐撩溪抗石壁，买手去警方扣控离开。本辖梅雅谷地区发现民众在该处溯溪攀岩，
经在变中心及警方在该处合计劝离18人。屏东沿海未输咧做风台，乡村有民众翕到车路有物件，去互风险甲世界杯。海沙部插旗仔写禁止入去。屏东东流线民营船这2天敢若找到早起有一帮船往回，未少游客甲居民拢早就去搭船。本身就住在岛上，台湾也没有其他的住宿的地方。因为毕竟什么都定了，然后也没办法退，然后感觉至少能过去，先以能过去为主。台东往回兰屿的船帮嘛，因为天气受到影响，伫赛去甲兰屿开关港进前，规只船都害到真厉害。3年了，都被那个烟雾覆盖住了，那陆地上都积水，然后下很大的雨，已经不容易了，再加上大雨，然后这样，哇，进船就更不容易，哇，险象环生啦。台南嘛，伫咧第N市强港湖景市的范围内，找到早起黄金海岸的风影明显增强，尾仔嘛拄着学生下课。镜头国小边仔的中义路出现积水，水有甲大人骹目的悬度，有的骑车的家长规气都来顾牵的，汽车的速度嘛放慢，互交通大塞车。落大雨，互上下班、上下课变甲真无利便，要等好天，恐惊搁要几啊天。记者综合报道。陆军今仔日伫台中进行实弹射击，出动各族的火箭武器系统雷霆2000。不过，所一粒火箭发射了后，无几秒钟就落落来。陆军表示，中科院会阁进行分析，看问题是出伫咧倒位。城中真一粒火箭弹尾阁有火射去海面，陆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展现强大火力。初9透早伫台中甲南海沙堡展开重炮射击操演，出动雷霆2000，拖射飞弹车顶火炮，驶向中国两侧兵力想要进犯中部地区。上台各族雷霆2000拍头阵，搭载180粒 MK15火箭弹，攻击射程有15公里远，建构正密的火网。就那是雷霆2000让7年，搁再伫作战地实施实弹射击，正做操演的特点。无想到所发生其中一粒火箭弹好亲像无发挥，飞几落秒就落落来。那可能是在第2段，在火药发火的部分可能有相当的问题。那我们目前中科院的同仁正在分析研究中。我们是前一日才到阵地做相关的阵地的准备，所以对于我们的准备时间上是比较仓促的。同阮伫台中国关山区利用营区展开陆军突击兵的机密监测，所有人全身武装，派35至40公斤重入去山内。陆军突击兵干部训练班，互人当作是国军硬汉养成班，一年开2期，有14礼拜正硬斗的训练，培养学员爱有山地作战、渗透突击、特种搜查加声电战的能力，一旦坚持到最后的，拢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当年拢吸引真侪官兵报名挑战自我。为期10天9夜的陆军突击兵期末测验进入最后一周，学员克服恶劣的气候，抵达山区之后呢，就地取材，利用帆布以及石块及树枝，迅速的搭建这个隐伏区。警戒人员在进出入口的地方做砍制跟控制，有相关的敌情，然后立即通知，马上做撤离。拄着黄山河方面较为山区环境真歹，监测的难度加1倍。学员唔惊风雨，驾驶稳重区进行演练。教官阁会随机指派每一个学员轮流担任小队长，验证个人领导统御，也有战术规划能力。他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让部队保持最大的战力的话，这个部分也是会让学员退训淘汰。为上起升21人，采用考核严、淘汰严，敢若剩13人进入最后一礼拜的监测。学员的信心挖近极限，也是起劲加严，一定要摕到代表英语的突击兵徽章。记者采访报道。菲律宾南部昨发生规模7.8的大地震，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经有37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有12个人也被找到。联合国等咧甲菲律宾的政府评估灾情，准备要加入救援，阁有灾后重建的工作。
伫晋阳附近松托市将军市一间连锁的素食店，规个拢总害了了，边仔已经大爆棚，对天顶看落会使看到规个厝顶拢总落落，若其他所在厝嘛拢酸长甲真严重。菲律宾南部闽南南澳岛车北发生规模7.8个大地震，松托市将军市灾情真惨重，真侪学校、商场抑个徛家拢酸长一个真正咱嘛失电。若当地民众讲，虽然菲律宾定定咧地震，也毋过西目洲毋捌看过遮热力的。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地震过了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记录到的地震尾超过180摆，当地政府呼吁民众爱离开受损的建筑物。若车尾暗时，真侪民众拢爱困伫咧大路边。Naisipan namin mag-tent dito sa Opal dahil sa mahirap po doon sa boarding house, then mainit, then delikado po doon.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po kasi meron doon. 因为一寡所在阁停电，所以松托市将军市的救援人员敢会使伫咧暗烁烁的天，继续用重机区来清遮的厝下角角，继续甲受困的民众甲找出来。另外一个重灾区沙兰加尼省的山区，地震过了后，崩山真侪徛家拢去互土石甲墙去待伫咧下底，造成重大的伤亡。菲律宾的政府就动用消防，抑个地方灾害应变单位，甲军队组成搜救队，赶紧落去敲找。若是菲律宾教育部表示，初步统计有6200多栋的校舍受到损断，受到影响的学生差不多320万位，真侪学校即嘛爱停课做安全检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德州有一只牛仔囝感染着新世界螺旋新区，即阵是已经出现第5例。德州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嘛设立24点钟通报病例的专线。若是加拿大是宣布过去21天，捌留伫咧德州的头生仔，拢暂时禁止入境。And today, just a couple of hours ago, we had an additional confirmation in a goat in Gillespie County, Texas. 美国德州南部已有3只细只牛仔、1只细只羊仔，抑个1只大蹄的新北市高州的狗仔，靠螺旋新区寄生引起牧场主人，尤其饲牛户的惊吓。美国农业部甲德州政府特别开记者会，海报写对螺旋新开战，宣示消灭好心的决心。Pets like dogs and cats with outdoor exposure and untreated wounds need close monitoring as well. This is a highly treatable condition if acted upon quickly. 新世界螺旋鼰是一种严重的害虫，伊会伫温血动物开放性空喙，也就是黏膜顶缘生卵，孵了后的幼虫鼠，专门食宿主的血肉卫生，被叫做18鼠。若无及时治疗，可能致使动物死亡。真少数情形之下，因为也感染。早伫1966年，美国就已经宣布成功禁毒新世界螺旋鼰。敢若伫2016年，伫佛州陆军之间对战爆发，即摆美国阁出现，互农业部门是高度警戒。My simple objective is to get more sterile flies. So right now, the original plan is to be able to have phase 1 of more airbases to be finished in November of next year. That would bring us to about 100 million sterile flies per week. 其实早伫2014年底，墨西哥就已经发现这种河神。今年2月开始，德州开始伫南部投放未生的港的河神，可以去港野外保的河神交配。安尼做是根据美国过去的经验，不过即马看来成效不好。特别注意是这种介意伫15度以上温暖调适环境的寄生虫，敢会寄生伫活牛这精细身躯，未对肉类水果有影响。就算为着美国已经有10几种政府批准的药物影响来治疗，不过连续确诊也互德州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去年为美国进口55万只牛的加拿大，也宣布封堵措施，暂时禁止过去11天内8点伫德州的家庭入境。公司新闻，洪图梅报道。全球暖化受到性影现象的影响，印尼中外山区拄着可汗，农民敢若会当抽地下水渡难关。另外，巴基斯坦的大城纳合尼气温是增加47度，有的劳工曝日照室，强要热死。大喙啉冰凉的果汁，米伫树荫下骹拢唔敢叮当，就连水牛都规只浸伫温河内。摄氏47度的烧风实在是挡袂牢。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那亲像大火顶，总有工人爱阁挖进火炉，甲土炭一签一签倒入去。
15 ਸਾਲ ਤੋਂ ਕੰਮ ਕਰ ਰਹੇ ਹਾਂ ਬਹੁਤ ਜ਼ਿਆਦਾ ਗਰਮੀ ਹੁੰਦੀ ਹੈ ਥੱਲੇ ਅੱਗ ਹੈ ਉੱਤੋਂ ਸੂਰਜ ਹੈ ਔਰ ਬੈਠ ਕੇ ਥੋੜੀ ਦੇਰ ਬਾਅਦ ਅਸੀਂ ਕੰਮ ਕਰਨੇ ਆ ਔਰ ਬਹੁਤ ਜ਼ਿਆਦਾ ਤੰਗੀ ਤਕਲੀਫ ਵੀ ਹੁੰਦੀ ਹੈ ਔਰ ਕੀ ਕਰੀਏ ਫਿਰ ਵੀ ਅਸੀਂ ਕੰਮ ਤਾਂ ਕਰਨਾ ਹੈ ਬੱਚਿਆਂ ਵਾਸਤੇ ਰੋਜ਼ੀ ਰੋਟੀ ਕਮਾਣੀ ਹੈ唔爱忍受大日之间，爱搁面对1000外度摇落的高温，专业工人逐工收入煞敢若台票80块，会当讲是用命伫讨生活。若气温突破40度，当地脱水甲热衰竭的患者就增加，甚至不时传出热死人。同款这种极端气候地区的，还阁有东南亚的印尼、西爪哇稻米产区真理温，本来青嫩嫩的稻田，即马土地闭开，甚至无法度种植。声音造成做大旱，农民只好装水井、舀水管抽地下水救家己。Kalau menghadapi musim kemarau dengan debit air yang kurang, dari saluran irigasinya nggak ada, kita harus tanam dan harus panen. Sumur pantek solusinya, pakai pompa. Jadi saluran irigasi ditambah air dari bawah pompa. 虽然有水通用，不过柴油甲营运成本一直欠悬，互利润真末的农民真辛苦。还阁有农民是因为水源伤远，抽水机的马力无够，规气放弃第3期的耕作，改种较免用较侪水的绿豆。印尼农业部门统计，真理阮今年前4个月稻米的产量已经比当地需求量少真侪，欠超过2000吨。Temperature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rising over the last 45, 50 years. The last 5 years have seen 3 of the hottest years ever recorded in human history. Temperatures are only going to rise from this point onwards unless we can conquer climate change. 极端气候一直创新纪录，唔但拍乱全球粮食的供应，更严重威胁基层劳工的生命安全。面对发烧的地球气候变迁，早就已经关系到全人类生存的问题。公视新闻林义竹编译。美国 NBA 总冠军赛初九伫纽约举行，现场除了球迷以外，嘛有真侪艺人甲官员。美国总统川普伊嘛有去，这是头一届有现任的总统出席总冠军赛。当然，现场的安全检查就非常严格，球迷就要提早2点钟以上先去排队，而且除了门票以外，阁要有通行证。这体育馆的4个位啊，嘛拢是特勤甲警察。数量阁袂少，造成这排队的动线冻点，有人阁袂赴看比赛，引起真侪球迷不满。有人就问讲，这场比赛安检比出国过海关阁较麻烦，甚至是有人口说讲，川普去看球颠倒是带衰，毋若拖着时间，已经连赢13场的年轻队，今仔日煞嘛输去。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体育馆。规场的观众原底咧唱国歌之前，是要大声咧喊 USA 口号。不过，当坐伫 VIP 包厢的美国总统川普出现伫咧大荧幕顶悬的时阵，球迷反应是真大，有的是大力拍扑啊喝休，有的是看到伊就感觉真躁动。纽约年轻队顶一届摕到冠军是1937年，前一届拍入去总冠军赛是1999年。人27年，搁一届看到地主晋级，纽约市民是感觉真欢喜。不过因为川普要去现场看比赛，警方大动作，夜关球场4个位的维安，部分的车路互因封起来。路人的民众反应是真无共款。How was it out there? It was absolutely crazy and insane. Sirens everywhere, people going nuts. Do you mind all the confusion here getting home? Not at all. This is New York City. This is what we're used to. And this is how we live every day. I think it's causing a lot of chaos in the city, but, you know, it is what it is. Pretty dope for me. Not heavy into politics, but for me, it's kind of dope that he's coming to watch the game and everything. 不过纽约市民初八暗是感觉真失望，因为尼克队并无延续进前连赢2场的气势。中场以111比115输给马刺队。总冠军赛目前因是赢2场输1场，要保持领先。另外，路透社上新的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35%，是第2任以来上低的。川普的支持度会这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东的战事甲关税引起物价甲生活成本加悬。另外，拉斯穆森、纽约时报甲 ABC 等等的机构最近民意调查的结果，嘛拢呈现类似的情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关年底期中选举，民主党的选情有领先共和党淡薄啊。川普爱面对的麻烦，还有14起股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可能引起官司的问题。联邦法院顶一个拜六礼拜才就诉状指出，
川普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甲伊做生日为理由，伫咧白宫南边的草坡仔大动作打造决斗比赛的场地，并无经过国会同意。像是 UFC 母公司的执行长怀特，伊是川普的支持者，不过却是利用公共场所，假做私人机构来举办盈利的活动，防指控是有涉及假钱。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组头一支原住民的职业卡球队，球员全部拢是巴西的原住民。因的目标毋但是要踢赢比赛，更较希望会当透过卡球打破社会的偏见，让世界看到原住民的力量。日头赤炎炎，球员咧训练，因的面阁有特殊的记号。因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马里卡，一支叫做原住民的职业卡球队。因对球员到管理层成员拢是来自巴西各地原住民，教练团拍走去全国的部落，找到有能力却无机会进入职业体系的卡球人才。Ligar para vários empresários do Pará, de Rondônia, do Amazonas, do Acre, de vários locais da Paraíba, onde tem, eu sei que tem comunidades indígenas, eu procuro ligar, eu procuro saber onde tem um talento escondido, onde tem um talento que não teve oportunidade, que de repente vindo para cá consiga se tornar um atleta profissional de alto rendimento. 球员健身训练提升技术，不过对俱乐部主席兼船长的杜佩来讲，摕到冠军并不是唯一的目标。伊表示成立这个球队是为着对抗长期存在的种族偏见、甲歧视，提高原住民的社会地位。球员在参加比赛时，也按照传统伫身躯为正式的彩绘，代表身份认同，佮有拼到底的精神。Nós queremos combater o racismo, nós queremos combater esse preconceito todo que a gente passa sobre porque a gente tem a nossa maneira de ser, né? 根据统计，原住民敢若占巴西总人口的0.8%，却常常做暴力攻击的目标。当年拢有数百人因为土地纠纷而失去性命。俱乐部的主席期待这场球员未来毋但会当踏入去传统的豪门俱乐部，甚至加入国家队，让原住民的力量伫国际卡球坛会当定位风。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祝大家平安顺心。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